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1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近期标出讲，有挂台湾猪肉票种的店家，唔是全部用台湾猪，农委会也要甲这个业务受登记管理，干那惯性的猪肠啊，会当用进口的。印尼移工免付手续费，爱互雇主甲印尼地方政府负担政策，会闹到7月1施行，咱的劳动部也继续调查。金门马祖去年雨水量，敢若是淹过一半尔，是这50年来上界严重的，连带影响到高粱的收成。国内伫今仔日又搁增加一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啊，是一位印尼移工，也因为最近发生病院的护理人员染到武汉肺炎，指挥中心今日要求讲，各地方的卫生局都要去调查病院通报甲防疫规划，按算伫2月底进前，就要调查481件。国内新冠肺炎，国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病例，844例是印尼籍20外岁男性移工。去年年底来台工作，入境甲今嘛无症状，疾病检疫期末进行采检才确诊。他的 CT 值是37.5哦，所以应该还是属于在比较早以前的一个感染。因为桃园一间病院爆发医护染疫，为强化病院防疫指挥中心要针对国内医疗院所无预警查核，按算2个月来查核487间病院，1月底进行查核199间重点专责病院，2月份是查核其他288间，确保落实病院动线、门禁管理甲陪探病管理这措施。在目前21家完成的这个查核当中，确实有发现一家医院呢，在这个陪探病的管理的实联制这个部分呢，没有完全的落实哈，所以依照我们的规定，我们会要求他限期要改善。最近有通讯软体流传，某一个病院可能有疑似被感染，某一个病院被封院这信息，指挥中心强调，这拢是假消息，民众唔通转传，若无相关罚300万。不要乱意随意散播转传，以免触犯这个我们的这个条例哦。那最高可以罚这个300万啊，或3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外界关心16是桃园市议员王浩虎罢免投票日，自主健康管理期间的民众是不是应出外投票？指挥中心表示，国家隔离、国家检疫，甲8只超过确诊个案，经过地方政府开自主健康管理通知书的人，免进入投票所投票。其他自主健康管理的人是无伫限制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对今日开始，若准备入来到台湾，拢要进行一人一户的检疫。不过，政要规定讲，除了要有3天内的阴性证明以外，阁要事先甲居家检疫房间找好势。若准无先找地点，就走回来，相关会罚罚到15万，也会强制送到集中检疫所去检疫。台湾人回国居家检疫，一人一户开始的头一天，第一班对中国登来台湾的厦门航空，原本预报180来人，不过实际登来差不多50外人。厝内有空厝的人是选择一人一户，无空厝的就带去防疫旅馆。为了那个疫情嘛，还是会比较不方便啊。但是总不能就是把危险带回来吧，对吧？因为我们2个是同在一起工作的。同在一起工作就对了。对。那你房间都已经订好了吗？居家的，我们居家的。啊？我们1人1户居家的。这个没有什么差。那你本来就是会住那个防疫？对啊，因为在国外也都是这样子做比较多啊，在大陆所以都是没有什么差。为了解决防疫旅馆数量不够的问题，新北市增加防疫旅馆132间，总共610间，优先提供新北市的市民甲外岛民众的需求。台北市是增加500间的房间，有条件开放外县市的居民订房间。台北市更是限量的提供外县市的民众可以订房，那只要是当天的剩余空房超过50间，外县市的民众就可以随选订房。指挥中心表示，全台湾总共33位3700间集中检疫所的量能，照规定摕阴性证明登来台湾的人，若是无找检疫所，就直接冲登来台湾了后，无照配合规定，相关会当处罚15万，而且强制送集中检疫所检疫。目前嘛，当地盘点违规的人数，评估讲敢是要开放检疫所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底要到啊，也因为疫情关系，新北市政府的年会大家今年是取消。市长侯友宜也讲，各相关的活动规模拢要缩小，也爱使用徛名者才会当办理。另外，台中天丁街商圈也宣布停办年会大家。另外，讲到台北市上界有名的迪化街活动是对2月开始，不过今年是无4只活动。
今年7月9日，民众开始伫个准备年会。而去年新北市府头前的年会大会有上百大年菜甲大会，冲出好业绩。不过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新北市政府宣布取消年会大会活动，让民众家己去市场来采买。都以小型的活动、中小规模实名制来办理，所以有一些的摊位都会并百货公司里面来做好防疫的准备，大概可以上冲个2、3成出去，是一定有的。它有它的力道了，只是现在我们大家共体时间啦。点头讲体谅市府防疫做法，不过也希望疫情若落来了后，会用继续办。而台中3大年会大会之一的天庭街商区，每年拢有10多万人会来，难以管制出入人口，家己宣布停办。其他业者若要续办，爱先送防疫计划审核。中央的秋冬专案，那所以我们台中市的这些年货大街原则上不开放试吃。而北部上有名的年会大街，迪化商区离北正式开始，以往先试食这个买。不过今年市府要求取消这个试食，店头前伫鸭顶面搭着暂停试食大纸，有民众特别讲没啥关系。通常就是要尝过才会决定要不要买。有些客人也觉得很开心啊，然后这样比较卫生啊。老客人他买习惯了就可以接受啊。后疫情时代又不能出国，大家待在家里，所以我们还不担心人潮会减少。这次部队不进来，也不是坏事的。商区的理事长讲，为着防疫，除了袂用的试食试啉，也禁止现场煮食单位。民众来到迪化街采买，必须爱强制挂试安，出入口也提供酒精互人消毒。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讲，台北市年会大会未取消，正伫研究相关防疫的做法，会阁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本地政府想要推动台湾地的票种，真煞有人执起讲，摕到票种的店家煞毋是100%用台湾地。农委会为着要严格管理，今仔日也宣布讲，要甲发票种的工作收回来农委会家己做，也强调讲有挂这个票种的店家，除了灌烟枪的地灯会当用进口的，其他全部拢爱用台湾地才会使。这个青地金地的台湾猪肉标章，原来是市地产业希望在开放内地进口了后，政府用来制作推广，让消费者会分得清楚台湾猪肉甲进口的猪肉。结果才正式实施半个月，农委会就宣布要检讨。我们会深刻的检讨哪些还需要再改进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让所有的台湾猪标章的管理审核的机制回到农委会畜牧处来处理。完成审查合法标章的中央特产会想要冲关申请量，希望业者多响应。也不过副署长家乐福这业者配合申请，却是无100%使用台湾猪肉防执期。标章反倒等方提来，执政党立委批评农委会家己毁损公信力。你也造成我们台湾猪标章的诚信破产，因为你没有落实100%的台湾猪，导致这样子的台湾猪标章陷我们的商家于不义。台南市长吴伟铁甚至建议农委会，莫迪卡唔免一直要来推动标章。最忌讳的就是已经在使用外国猪，然后它的标是本土猪，那这样子也伤害了标章的公信力。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农委会不坚持的话，我觉得那个标章就改成标示，改成业者自主的标示，那这样子大家都清楚了。台湾猪肉标章，互人议论的所在，要业者申请进前必须爱签切结书。原来版本是主要原料是国内所饲的猪只。后来媒体报道讲，是特产会家己同意加利，变做大部分是国内所饲的猪只，恐惊有改进开后壁门的嫌疑。农委会讲，一律使用国产的猪肉，这些大节标章只有一项例外。我们唯一的例外就是肠衣的部分，我们是全店必须要使用台湾猪，我们才会核发台湾猪标章。业者使用标章了后，伊个防收登记的家乐福讲，伫政策更加明确了后，无排除不再申请的可能。不过，这阵无标章其实影响无大。即使现在目前没有在使用这个标章，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会既定对消费者沟通，我们是使用台湾猪。标章收登记由官方来办理，农委会坦白讲会进行这个管理的作业，盘点检讨各种状况，也凸显这短时间推动实施，执行力大受考验，也未达成清楚标示目标，公信力就先受到质疑。记者综合报道。
本地对今仔开始，印尼政府要甲因移工的手续费算伫咧需求者甲因地方政府的身躯顶一项政策，说临时来法庭，讲要延到7月15才要来施行。印尼官方表示讲是因当地政府还未甲预算准备好势，劳动部这边也讲会继续甲印尼迄边来制裁。印尼政府伫咧去年7月份签署规定，移工去海外做工课，安置成本必须要由海外雇主甲印尼的地方政府来分。相关措施原本定伫1月15开始，不过印尼政府15召开记者会，宣布延后实施。Bahwa peraturan badan yang menurut kami progresif dan revolusioner dengan masa transisi 6 bulan sejatinya efektif mulai berlaku pada tanggal 15 Januari 2020 atau tepatnya hari ini. Biaya pelatihan dan sertifikasi tidak boleh dibebankan kepada PMI. 印尼官方指出，延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未付准备预算，毋是移工的数字国要求。根据移工联付费的政策规划，印尼地方政府必须要准备移工的训练费、摕到工作证明的费用。若是海外雇主，需要负担移工入境的机票、回国的机票、签证费、护照费等等10多项费用。雇主团体认为讲，印尼是宣布暂缓，毋是取消。呼吁劳动部伫这半年当中，要精心评估，看到一寡内容是会当接受，还是无法度接受。我们只有一直在听他说了什么，但是我们却没有跟他说，那我们听完之后，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要求？那台湾可以决定我们要怎么保障我们自己的国民签证的费用啊，还有你去检验说你这个是不是良民。移工团体是认为讲，双方政府应该思考政府对政府的直接制裁。零付费政策可以实行的话，对他们来说确实可以减轻一些负担。可是对移工来说，他们最希望的应该还是没有中介这个制度，政府对政府的直接聘雇、直接引进的话，其实今天这个零付费的政策根本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他会再跟移工的输入国，就包含台湾，来进行协商。那并且签署相关的文件。那这个备忘录是针对双边劳务合作，包含了他输出移工，我们引进移工，双边的一个基本的规范。劳动部表示，印尼甲移工的数字国来进行协商，而且签署相关文件，其中嘛包括台湾。若是啥物时阵会搁一个来开实性会议，搁有是要伫即卖备忘录新增加条文，或者是另外来签新的文件，后续都会经过外管来继续联络。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贸易代表处公布2020恶市场报告，搁再讲到台湾有一个网站，号做是电影天堂，拢是咧提供非法的影音连接，互民众去掠影片落来看。不过，这个网站全部拢是简体中文，地会局也捌甲美国迄边申诉，讲这个网络领域全部拢是中国的。但台湾的保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目前也当咧对查。正是都亲像网站的名“电影天堂”同款，各国热门影视大片，农政府才透过专属下载器点击网站顶悬经济连接，等下载高画质的影片。不过，这网站上所影片连接拢是无经过授权盗版的影片，已经被美国贸易代表处注意到了。这网站它的那个网域或网址，它会随着可能在例如说今天在中国大陆，明天在美国，后天可能会再来放在台湾或者怎么等等，所以在警方的查缉上面就非常的困难。USTR 公布2020恶市场报告，列举39个牵涉违法侵权嫌疑网站，以中国网站上济，百度集团的百度网盘、阿里巴巴旗下淘宝网、虾皮、拼多多等，也列出14个实体市场黑名单。福建莆田安福批发市场、上海亚太信用、福州礼品市场等。电影天堂被认定是来自台湾，连续2年后 USTR 点名牵涉侵权盗版。不过网站字体拢是简体中文，地会局也向 USTR 申诉，讲因是来自中国。不过美国方面表示，过去调查这网站冇使用过中华电信网型，完全无法度排除来自台湾的嫌疑。另外，保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表示，这调查到底是来自中国还是台湾，也无定论，因为调查无公开的关系，可能等到破案才能对外公布调查的结果。美国的 Netflix 的平台，其实他们就是很大的一个成长。那我觉得可能美国有可能做这样公布，一方面可是要保护自己的产业，贸易上更进一步的话，其实在著作权台湾这边自己如果防范好的话，去争取其他的谈判的话，或许
其实是会有正向的帮助。电影产业指出，受疫情影响，全球民众拢伫厝，不少人透过串流影音网站看影片。不过，多半是无所不在，亲像过去的风铃网、安博盒子等，已经免下载影片等直接线顶收看。指挥局表示，民众收视并无违法，今年查有关违法的束缚器，不过无法度防止，呼吁民众尊重著作权，顾看盗版，才杜绝非法的影音网站。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总统府的发言人丁文江因为感情纠纷辞掉职务啊。经过监察委员的调查，认定丁文江在做高雄市新闻局长的时阵，行为也是乌鲁木齐一大堆。落尾是11-0全数通过弹劾，也移送天改法院进行审理。全数参与的人总共11票，对0票通过弹劾。监察委员投票表决11-0，无经过通过总统府前发言人丁文江的弹劾案，会移送天改法院来审理。因为丁文江任职高雄市政府新闻局长的时阵行为不检，调查报告当中指出，丁文江先日伫办公室等等的所在，甲交往当中的外女发生性行为，而且伫结婚了后继续骚扰外女。监察委员认为讲，行为已经构成性骚扰，而且因为事情真确定，严重损害政府的名誉，违反公务员服务法，还有性骚扰防治法有严重的威胁。确实，歪女有讲到她有一点点害怕，可是事实上，我们又从她的 line 里面，其实他们是非常因为2年的男女朋友是非常亲密的，好，就不是因为工作关系出问题，是亲密关系出问题，所以我很难界定他是权势性侵。去年9月份，监委立案调查这个案件，捌传出女方的朋友捌写陈情批，透过别人交予迄当阵的高雄市长陈局，毋过监委调查高雄市府，却无查到。若是高雄市政府无就丁文江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等等的不当性来主动了解甲调查，已经请高雄市府检讨改进。高雄市政府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即进行相关的了解，未来也将依据大院的指教进行修正。丁文江是发声明表示，接受监伊担责在内各种处置，而且向社会来回释的，主动甲行政院的公职常常摕转去。毋过强调讲无所谓的权势关系，针对监委讲有性骚扰表达不服。外女是发布声明讲，虽无捌受到伤害，毋过也是希望丁文江会当接受应该要有的处罚。现政秘书长李明安表示，后续漳州退回定数会照规定来办。苏建昌嘛指示，漳州法院确实无够矫正，应该赶紧建议修法。总统府是尊重监院的职权甲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高雄凤山行透早4点外，有一栋透天厝发生火灾，其中有一位30多岁新住民妈妈，甲伊一火外的查囡仔抱掉咧，伫咧露台等待消防人员来解救，却是无张甜跳起哩消防人员的双节腿，无细哩当场活活摔死。消防人员也讲，这个楼梯是消防人员拍火使用的，毋是要互民众逃生。妈妈抱着一岁囡仔，着急徛伫3楼阳台来喊救，不过山内妈妈敢若袂堪咧，这个火一直烧，想要赶紧爬上消防人员所驾驶的楼梯时，却向落落来。15透早4点外，高雄凤山5甲一间透天厝发生火烧厝，半点附近的民众看到高烟，赶紧来报消防局拍火。消防队在用那个水幕在压制那个火势，烟闷烧以后，整个玻璃2楼的玻璃破碎，因为起火点应该是在2楼。那玻璃破裂以后，整个玻璃碎掉，氧气一灌进去，火势就很大。消防人员在2楼后壁已经甲3楼房间外口分别发现厝主10岁查某囝甲70岁老母送医了后不幸死亡，而厝主太太摔落来了后，上快抢救了不幸死亡，而1岁这个囡仔是当场昏迷，也伫抢救。消防人员讲，2楼已经边仔有楼梯，10岁囡仔若是走来到无火这1楼，其实有换命起火。消防局讲，这双节腿毋是要互民众逃生用的。架设这个双节梯的是主要是由我们同仁那个登上这个双节梯，然后到达那个受困者的一个位置，但是要从双节梯帮他护送下来，或者说当时候因为我们也有云梯车同步在做一个升梯的作业，那我们会考量现场的一个环境用比较安全的方式将这个待救的民众给救下来。这个火烧厝造成3人死亡、1人重伤的悲剧。厝主因为拄好出去逃过一劫，转来到火场2楼的客厅甲头前的房间，小可看袂出来。消防人员推测，这导火所在可能在2
楼头前的房间，因为迄条人员勘察现场时发现电气电线受到氧气情形，无排除是电气因素引起火烧厝，导火原因也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去年规年冬天，金门马祖的雨水是淹过一半，是这50年来上界严重的。这款无雨水的情形也影响到高粱的收成。马祖目前有7成的水拢是靠甲海水变正才会当使用。金门自来水厂也打算要用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的改善计划。草地是打，农田的水池也拢无水，金门县面临严重的苦旱。全年降雨量只有400多毫米，12月水库抽水量只剩5成。金门用水差不多挖靠中国水源之行，也严重影响去年秋天的高粱收成。为提升水源各利用，金门自来水厂提出放流水回收各利用改善计划，按算坑送水管线到抽水塘。正常差3-4成，有些是0，有些根本就完全都没有出水啊。那像这次的干旱，它是属于比较特别型的。1月11号的时候，农委会它有派农粮署的长官来这边做抽查啦。那抽查的基本上，我们目前各乡镇抽查都符合农业灾害的一个申请的一个要件。金门县建设处表示，依照中央农产业天然灾害救助作业要点，农作物损害率70%，每公顷应申请16000块救助金。顶一个阶段已经申请完，11农委会已经派人勘农损，拢符合拨款的要件。另外马祖方面，水情也创10年来上佳，已经落雨1300到1400毫米，不过2020年只剩852毫米。因为我们目前大概都是应该历10年的水位新低了，那我们目前全部4乡5岛都是靠海水淡化厂，那海水淡化厂大概占了70%的用水量。连江县自来水厂表示，即5个海水淡化厂应支持连江县的7成民生用水，所以还未进入限水的阶段。记者综合报道。有饲鱼仔的渔民，这条新闻就要特别注意咯。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仔日去到台南将军视察鱼温旱害情形，伊也宣布讲，对去年12月30到今年正月初10受到旱害的中华森林嘉义台南这寡范围的鱼温会当领到天然灾害补助，而且伫过年进前钱就会拨落来啊。一尾的沙目鱼，因为前几天寒流的影响，最近天气回温了后，鱼仔尸体嘛开始浮起来水面。台南市将军区养殖业者做工课鱼温面积超23甲，损失是真严重。农委会主委陈吉仲15嘛前往勘灾，而且宣布好消息，行政长苏贞昌才是会扩大航海的补偿办理，补偿的放量简单快速，尽量伫咧旧历过年进前，互拄到旱害渔民会当领到补偿。我是希望伊。那会当是尽量啦，咱嘛袂使讲要求甲讲偌离谱啦，你反正是尽量甲阮渔民斗3工安尼。只要从12月30开始到1月10号这一段期间的任何48小时，只要温度低于10度C 以下，累计有超过10个小时，就可以认定渔民有损失。农委会公告用事业旱害补偿的地区，包括中华、云林、嘉义、台南市的地区。若是台东的高农，嘛是这波旱害受害者。原来迄波寒流已经造成5公顷的大白石堑出现闭谷。最近这几日受到好些冷却的低温，受害面积嘛已经扩大到超过70公顷。这个感觉应该是它那个现在是暖冬，然后它那个马上降温，然后植物可能受不了。连续3波寒流造成农渔业的损失真大，所以来有1波冷空气报道。台东高农今年会当抢咧收成，希望中央会当放量认定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期先咱来关心印尼的灾情。15半暝啊，1点外，印尼的苏瓦拉西岛发生规模6.2的地震，这款的规模也害当地厝是倒几片。目前尚无有35人死亡，600人受伤，也而且发生28届的地震尾。当地的气象单位也警告讲，可能会发生大海潮。在搜救人员甲警方的努力之下，将有甲掉伫庄仔堆的查某人救出来。经过检查了后，也有生命迹象。印尼在15透早发生规模6.2的强震，那徛起甲饭店拢倒去，就连当地病院也拢倒了。
korban yang meninggal yang sudah kita evakuasi. Sementara masih kita upayakan beberapa korban di dalam yang kita belum tahu apakah memang meninggal atau masih hidup. 这个6.2的强震发生在印尼的苏拉威西岛，东央位在马吉内东北方6公里，东湾深度10公里。有地震发生在半暝1点外，大多数民众伫困梦中，互地震摇精神，根本袂好走。官方临时所起的避难所紧急撤离几千人。地震造成土石流，导致真侪交通电力被中断，增加救援的困难。即摆发生强烈地震的苏拉威西岛，2018年也捌因为地震引发海涨，互2000多人死亡。而在发生地震的24小时内底，也一直产生有动。印尼气象单位表示，无排除会发生海涨。 Karena kondisi batuan sudah diguncang 2 kali, bahkan 28 kali sudah rapuh dan pusat gempa ada di pantai, memungkinkan untuk terjadinya longsor ke dalam laut atau longsor bawah laut, sehingga masih atau dapat pula berpotensi terjadi tsunami apabila ada gempa susulan berikutnya dengan pusat gempa masih di pantai atau bahkan di pinggir laut. 地震发生了后，总统蔡英文也在第一时间要求外交部掌握台商甲侨胞安全，同时对印尼政府甲罹难者家属表达慰问。总统也讲，若是有需要，台湾愿意提供协助。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 继续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中国15个再增加144个确诊病例，因为本土病例就135人。目前上界严重的河北省因为真近往北京，目前河北也是用上界严格措施伫咧封城。因也发现讲有一位染病的查某司机，伊所行大过行踪有经过华北3省。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搁升悬，以北部地区上严重，其中本土的病例已经连续3天超过100例，14个一天新增加135例，其中有90例伫咧河北，43例伫咧乌龙岗。目前河北省的确诊本土病例总数超过500例，加在中国境内疫情的重灾区。天还会有一定数量的感染者被诊断报告出来，是刻不容缓地抓好各项防控措施，相信疫情呢。 能够很快的得到控制。中国官方伫顶礼拜宣布河北省进入战时状态，包括石家庄甲邢台，拢实施严格封城管制，而且伫规工内就完成所有居民病毒的紧急检测，佮取消一届升级的中共会议。首都北京一寡行政区马上封城措施，不离个河北省未宣布上新的确诊案例当中，一个石家庄的查某货车司机确诊卡热是引起关心。从去年12月19开始，捌参加过2届喜酒，去过河北邢台、内蒙古某一个食品厂。 佮去过山西来落会，卡热是去过华北3省。前往石家庄和邢店最快时间实现这个核酸检测的全覆盖，当管每天110万。中国天地市疾控部门则是通报当地一间食品公司送验的冰淇淋样本验出新冠病毒阳性，而且表示这批冰淇淋的生产原料是从纽西兰来的牛奶粉、乌克兰的零清粉等等。过去中国捌通报真侪家进口零食品的外包装验出核酸检测阳性，而且讲是本土疫情的感染源，啊，毋过对冰淇淋验出病毒，这也阁是头一例。发现3份雪糕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 石家庄市界疫情严重的各城区，超过2万的村民全部刷去其他的隔离点，理由是因为真侪农村老大人较侪，无手机也嘛无啥物文化，强制集中隔离，才会当达到特地隔离效果。另外，发生疫情的乌龙岗，地方政府是要求农村的居民，然后喜事、丧事是简单办，嘛唔通请人客，取消拍麻将、拍牌等等，一切聚会娱乐活动，若是为着确保疫情袂因为春运来扩散。目前中国已经有29个省区市提倡伫咧当地过年。记者综合报道。 捌伫咧美国民主党党内拼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台湾血统企业家杨安德14时宣布讲要投入年底纽约市长选举。 So thrilled to announce to you all that I am running for mayor of New York City.
76岁爸爸出身台湾婚姻的杨安石，14伫1996年因全家伙搬到纽约时阵所住过曼哈顿的公园，正式对外宣布伊要争取民主党纽约市长提名资格。现任市长白树豪已经做满2阵，民主共和两党的初选要伫6月2日举行，得胜人会代表参加11月7日纽约市长选举。因为纽约市一向是倾向民主党，也就党内初选演讲是稳胜。目前党内已经有10几个人要争取全美第一大都市的市长宝座。杨安石起步较慢，一定是一场硬战。伊讲家己是伫纽约住25年纽约客，两个囡仔拢读纽约的公立学校，唔甘看到这个因安心立命的都市，和疫情摧残百业萧条。And now that we are facing this historic crisis, I am aiming to unleash and channel that energy for a human-centered economy right here in New York, my home. I'm running for mayor for a very simple reason. I see a crisis and believe that I can help. Over 25,000 New Yorkers and counting have died from COVID. 伊捌是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党内初选的竞争对手之一，当时伊所提出的每人每个月1000块美金的基本收入计划，引起各界闹热讨论，有一定的全国知名度。总统提名初选败阵，伊过去技巧反应甲口才，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请去做政治评论员。如今要参选，也提出一个迷你版的基本收入计划，要互全市上善车50万人，每人每年发2000加5000美金的补助，这全部内容只有2页计划，要为倒位走上着钱也唔知影。估算一年爱费900亿美金的市政总预算，30亿来做。另外，佮加上组成团体捐钱。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总统蔡英文今日去到台南视察陆军5处工兵群甲飞行训练指挥部，也因为伫要过年啊，蔡总统特别颁发加菜金予国军。蔡英文表示讲，伊会上界大来支持咱的国军，会透过着装备改良、软体硬体的建设，也佮提升军人的态度。手比爱心气氛真欢乐，总统蔡英文去台南视察陆军5处工兵群发加菜金。5处工兵群平常时负责在海防救任务，91在校中建台南维权大楼倒去，拢有因救灾的身影。从新化区民生用水，即刻派遣3000加仑净水装备。最近欠水，国军电视机同时净水装备车应将垃圾水净化成应啉的清气水，每小时一班1000公升，也有真侪项救灾演训，要拼达成平常时应救灾、战时应作战的训练目标。蔡总统率去去陆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听阿帕奇直升机保修无机器介绍甲提升飞行器无机器的实际操作。陆军飞行训练指挥部是培养陆军空地勤训员的所在。蔡总统表示，看到2个第一，第一是飞行训练第一，第二是保修专业第一，佮训练出第一回女性运输直升机作战机队飞行员。作为 CG 的第一位女性飞行官，其实我倍感荣耀，但另外一方面也觉得任重道远。我们的飞行教官不但培育出许多优秀的飞行员，更训练出首位女性运输直升机作战机队飞行员陈燕珍上尉，这代表了守护国家不分男女，训练的专业也是同样的道理。蔡总统发加菜金，也传示照顾国军的决心。除了军购，甲推动国防自主，伫军人态度、营舍整建也拢一个推动当中。希望透过装备改良、甲软硬体建设，让国军感受政府对军人支持甲照顾。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伫初7有试射成功飞弹了后，今仔早起搁再进行无限飞外悬的飞弹试射，可能是因为安尼时，中国军机伫今仔日又搁再扰乱台湾咯。咱的国军甲因驱离的时阵，煞去互因呛声讲，莫干扰行动，有影是亲门大户。
15早起，一粒飞弹伫屏东九片基地发射，呈现45度，一路冲去咧天顶。天气真好，会当看到飞弹豆豆消失伫咧镜头前。中科院伫咧测试成功试射了后，今年第2届试射飞弹，学者认为讲射角度毋是掠地，应该当排除天宫3种停型防空飞弹，可能是击防地对地飞弹，或者是乡准登停巡弋飞弹。天宫3型防空飞弹，或击封对面打击飞弹。或是其他的反舰飞弹，都会呈现一个3个射程长的特色。那3个长射程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应该是不会改变的。根据中科院发布的射击通报显示，这个月拜6天试射，弹道拢是无限管，关制范围一致。对屏东9片基地发射了后，往东探过兰屿绿岛，在兰屿外海转北往宜兰外海，南北距离超300公里。苏志文分析，这个可能是在测试飞弹上远的射程。积极研发了各种相列正位雷达，包括机动型的，还有海用型的，这样子就是有了拳头也要眼睛。强军经伫中科院试射的东港派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空军照惯例实施广播驱离，毋过强军抢攻，伫咧进行例行训练，态度真嚣摆。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这个地方是我们所谓高敏感的空域嘛，我们空军会持续强化机兵的这个联合勤监测。我的理解是没有异常。除了强机扰乱台湾，中共第2日发布东部战区伫咧福建沿海开始跨海演练，强调是多机型、多弹种的跨海突防突击演练。学者认为讲，主要是要释放政治信息来恐吓台湾甲美国。针对这个代志，美国地区外交关系协会发布上新的报告，甲美中为着台湾爆发危机，头一个牵起的全球潜在冲突相关的战机，嘛显示美中对抗的关系恶化，加添台海紧张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的高车有一间 PU 油漆料的工厂，对2015年开始，为着要省空污防治费，所偷偷用偷偷排出去的方式，排一寡亲像甲苯这款污染物，而且空气污染防治费也无照实申报。检方除了依照着违反空污法以及早期定罪，甲负责人也有过价起诉以外，环保局毋但罚1000多万，进前无交的防治费1亿外，也都爱全部讨倒回来。来客载人被告管的所在，确定位在台中5车一间工厂也伫运作，所来就进行采样。环保人员甲采样的钢线挂伫无人机顶面，对这间涂料的工厂顶面一直飞来飞去，除了进行采样，也对高空了解业者的排放钢线，发现这间 PV 厂甲甲苯这挥发性有机物的废气，以细流方式排放。检方指出，业者对2015年开始偷排，一直到2020年6月被查到，也涉嫌低报排放量甲浸会量，想要节省空气污染的防治费。没有循合法的一个制成的管道排放废气以外，就是透过不明的管道绕流排放废气，那透这个部分来节省成本，那再透过相关的环保公司申报不实的一个数量，来使公家机关误认为说他们的制成其实没有那么多。检方以违反空气污染法甲诈欺罪罪嫌，甲负责人甲会计提起公诉，那裁处1070万块罚款，也予台中市府追缴1亿1000万块的空气污染防治费。检方另外依法没收业者的工厂甲土地，而这个案件也是台中市环保局头一摆以无人机来收集空气的检体。它这个红外线热显仪啊，它必须使用氢气做它检测的一个气体，所以我们放了很长的氢气管线，让空拍机夹着飞出去，它管线到外面啊没有接在一起，也就是它并没有把它接到污染防治设备去。台中市环保局表示，经由这个检测发现，工厂顶面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数值达到5911 ppm， 比环境管超过100倍，确认是有这个偷排的情况。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永和发生一桩老爸甲脑性麻痹后生，创伫厝里拢无爱甲互伊甲外界来接触，而且这个囡仔已经11岁啊，落尾是新北市政府带第2马去甲囡仔救出来，老爸这个行为恐惊也着爱食官司。
永和街52岁姓张的查甫人有正亿的财产，伫绿化夜市的房产月租金就要40万，却标出对11岁半有轻微脑性麻痹的孤囝，当期摆后伊看医生甲读册。新北市府10日紧急冲入去因兜，发现查甫囡仔家己伫厝含流鼻毒干那甲薄皮啊，依法紧急安置。从来没有上小学过1天都没有。好，那么强制的跟这个社会呢做了很大的隔离。就是初步的评估呢，其实这个孩子没有到12岁的这个身心发展的状态。姓张的查甫囡仔无到110公分高，体重嘛敢若19公斤，喙齿剩12齿，看起来比一般囡仔较细汉。厝内相片当看到环境真垃圾，出入口拢是物件，厝内底暗蒙蒙，连电火都无。姓张的查甫人伫囡仔互紧急安置了后，随向法院申请提审去互驳回。当地里长指出，姓张的查甫人真秘手，较无甲外界接触。社会局甲学校有一直想要甲伊联络，有曾经试图去找他了，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联络到他，按门铃也不应，这一点我们觉得非常遗憾。因为姓张的查甫人涉嫌剥削囡仔接受国民义务教育，而且查甫囡仔无受到适当的照顾，可能发离校法，面对相当60万的行政罚款，而且爱强制辅导。脑麻对智力通常是不会有影响的啊，所以很多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脑麻的朋友，他表现得非常的突出，非常的优异啊。那特别是在我们教育体系，针对脑麻的孩子，或是有所谓的特殊需求的孩子，也有所谓的不管是辅导的资源，或是特教的资源。也表示，单亲也是弱势家庭常常会拜托政府介入协助，所以会当透过民间团体斗相共来降低戒心，让查甫囡仔会当早日接受教育。社会局是回应过，会继续甲姓张的查甫人沟通，让囡仔会当健康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台北市的明伦社会主体3房型的租金超过4万，引起众人讨论。今仔日就民间团体参加公听会，因也呼吁中央政府赶紧甲地方政府参详社会主体的收费标准，唔但爱互民众会当负担，地方政府也爱有利头，才同好完成蔡政府所讲的8年20万户社会主体。舒适宽快房型，阁有公共设施会当使用。全台湾即阵已经有约2万人住伫咧社会主体，不过社会主体租金中央和地方爱安怎负担？社会主体推动联名的召集人彭永凯就表示，准乃以中央即摆算法，社会主体逐平平均的租金超过510块，中央就未补助地方。不过即阵6都社会主体起和营运的成本拢超过，即补助地方根本是看有清无。108年度的预算，去年被国发会检讨，执行率不到4%。就我编了一堆补贴预算，为什么都没有人来拿？中央的回复竟然是说因为地方都用自由裁员，不是地方有钱，是地方他申请不到，是因为你的标准是不符合地方的需求。像顶日台北市明伦主体3房型参公共设施了后的总坪数租金就超过4万，引发争议。台北市政府近日表示，这成本会家己吸收。超过5坪以上的那个部分，我们就会不予计收它的租金。除了主建物以外，附属小工怎么样的比例比较合理，我们都会纳入设计规范，然后不要再造成这样的现象。蔡政府要画出有信心，在2024年进前，在全台湾新起12万户的社会主体，另外阁有8万户的社会主体会由包租代管。不过社会主体房型大小结构的强度、建物的标准和申请人的补助金等等，拢无定好清楚，地方嘛无一寡利头，恐惊真恶达成。我们在住宅法的第11条。其实我们有类似的规定，我们希望也能够主管机关呢，能够在这个每一年度的住宅补贴的额度跟户数上面呢，它也能够去针对所得、户口数跟所谓的经济弱势的负担能力呢，来做一个处理。内政部表示，针对主体政策会随时做调整。民间团体也建议政府参考香港，将社会主体1楼做商场，收寡租金，加减贴一寡营运的成本，或者是像韩国中央政府成立国家主体基金，让起社会主体单位会当来请补助，让社会主体政策这个好意会当真正实现。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今年到搭伫偏湖已经发生3件海龟仔囝看衰案件，有2只石龟、1只刺壳仔。民众通报了后，相关人员也赶紧来处理。海保署也推测讲可能是最近寒流、海水温度有变化，海龟仔囝才会看衰。
这3只海龟仔目前拢送登去到偏湖的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目前因的状况也拢真稳定。也因为海龟是一种冷血的动物，拢爱靠外面的温度才有得生存，也等候因状况更较好的时阵，才会来进行野放。苗栗县农业处伫老庄溪有设2座30公尺长野生动物的通道，要互石虎来行这个通道，避免互车肇事意外。不过14只发生今年头一层石虎死亡案件，也希望讲这个通道会当互野生动物甲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生存空间。苗栗集市传出今年第一件石虎死亡案例，民众伫苗栗县通霄镇通湾里的产业道路发现死亡的4只石虎，初步研判互狗仔攻击的几率真悬。根据苗栗县统计，2019年有24只石虎落杀死亡。经过加强生态防护设施，2019年石虎落杀降低到8只。我们在苗29这边呢，也做了围网。还有在2户籍的所管辖的涵洞呢，我们也把它来打开，提供师傅呢做夜间的通行。所以说，在这部苗29的部分，在109年呢，我们几乎都已经没有再有路杀的情形发生。苗栗县的大沙山甲苗104县都是石虎落杀灾区，这区内底老庄溪沿岸3面港的工法，对野生动物过路真不利。县府起2座野生动物通道，互石虎直接跨过老庄溪，唔免甲车争道。可以让石虎或是其他野生动物穿越老庄溪的话，那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降低140跟台3线这边路杀的风险？对县府努力，保育团体真肯定。不过野生动物通道是不是有效，依然爱长期观察，免干那用1年数据就做定论。我们做这样的努力是不是有成效？可是这件事情就真的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判断的。但是真的就是你只要有做努力，确实它在保育上确实就有它的功能。保育团体呼吁用路人经过石虎保育路段的时阵，要保持安全车速，应降低石虎落杀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网络的时代，不过有店面的册店却是一间一间收起来。伫屏东的独立册店却是颠倒愈开愈多。目前屏东县有12间的独立册店，其中有5间伫咧胜利新村，行无几百公尺就一间独立册店，而且每一间拢无同款的特色，要安怎经营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来到屏东有名的胜利新村，即马流行设册店，尤其是古厝内底的独立册店。这间册店以动物生态做主题，爸母会当带囡仔来看册，而且买200米，阁有另外一间册店。无讲介快的胜利新村内底，煞有5间独立册店。4年前大家开的时阵。敢若有1间尔，嘛无想到讲即马的遮侪人，伊来开，可能人感觉这种老厝啊，开册店，作为一种气氛的。7号前甲因某4年前开这间册店，伊间的册主要是甲族群、民俗、历史文化有关。伊对古厝本地就有兴趣，才决定转来故乡开册店。册店毋是敢若卖册尔，因为足侪可能性的。比如讲，你会当用做食的，做食的，阮这菜单设计会当用屏东的族群元素。目前伫屏东拢总有12间的独立册店，最近有4间拄摕到文化部的补助，每一间册店拢有无同的经营方法，结合在地人文，才会当通过文化部的审查。李西滨的册店是其中一间。买册的人吼，伫这个时代有较少想法。但是因为我做的这个物件，我这卖商品吼，都以生态来做这个主题，所以讲有吸引了一寡对这个生态有兴趣的人。李世斌阁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议员。伊第一摆开店就是独立册店。对阮来讲是不无小补啦，吼，会使讲阮以迄个今年的这个营运吼，就小可有信心。来度过这个难关啊！不过大部分的册店无政府补助，亲像7号前，伊靠7月展览做研究案，并刊物册店总算会当继续开落去。一个阿伯啊，听到这经过伊讲，伊住伫这附近遮侪年啊，伊唔知影遮有册店，伊感觉他觉得很高兴啊，因为以前设册店都无去啊。
测量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但是这可能爱开时间。网络时代，才会独立测量，靠理念，靠多元经营，让测量唔那是测量。记者陈家文为做屏东报道。英国历史课本内面小解白色恐怖内容就无讲介济，即摆有少年陪家庭权管合作，设计一套会当互囡仔、兄囡仔这了解军事审判过程的图画耍。今年6月，阁要互老师来使用，入去学校成做教学工具。教室内面，老师带学生对黄昏的故乡、四季红、爆破梦、妈妈请你也保重，一条听过一条，熊熊教室一片暗迷手鸟。现在进行犯人移交，所有犯人伸手领取号码牌。因为听禁歌加入读册会等等的原因，全部的人拢互政府认定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全拢去互抓起来。感觉我的人生就要结束啊！会感觉讲我是毋是要去用庆管？我想讲我还有厝的人还要照顾，毋过我若离开这个世界，我厝的人要安怎？经过一场搁一场的审判，有的人是去红馆还桥仔水受尽折磨，已经屈打成招；有的人是惊红出卖，已经无家精神错乱。兄，就是你咧判刑的时阵啊，因为你根本毋知影你家己是咧做啥物，为虾物你互人判刑，迄个部分互我上紧张。用这种体验式的游戏吼，互伊会当有感觉，因为有感觉了吼，因较有可能会当去了解到这个最特殊的一个历史的阶段。去算了，伊就真正有了解，到底这个过去是安怎来。以白色恐怖故事做基础的倒仔耍进入教室，设计者讲，因伫咧2019年参与人权博物馆不计为止的推广计划，全设计出第一套的倒仔耍。不过要进入教育现场，对耍游戏的时间、道具的形体、甲整个规则，拢要爱超切讨论，才通互囡仔起耍。他们游戏结束之后，才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当时这个时代可能会有这些互相指控，然后当时这些角色实际生命当中经历的事情，其实可能是什么样，比较可以同理。设计者即阵继续伫咧修改游戏的细节，打算今年6月开放予老师使用。人权博物馆也收20组，予全省的学校免费借用，予这个世代囡仔通透过游戏认捌过去。记者民警张玉水桃园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1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10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2度到25度。东部地区对14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8度到18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